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按照有关我媒体报道讲，人工的香蕉爱滋病，也如黄叶病，可能会造成香蕉卖黑到。在几多年前，也是有英国媒体录报讲，台湾香蕉可能会因为黄叶病卖黑。香蕉是世界交易量最大的水果，韩国是清大土开发国家第四大粮食，是香蕉卖黑也后果拍过严重哦。不过也有人认为，按嚟讲，台湾企业认证韩系时代线，ក៏唔會採到黃葉片嘅品種來種啊。香蕉黃葉片現時確實全無藥醫，當然有差唔多2到3成嘅香蕉會採到。大多數農民呢，都係愛到耐唔好嘅，又會亂作，又會代替唔種嘅。也有農民用自然農法來減少採片率。農委會農試所嘅國家種研中心都保留嘅台灣原生種芭蕉。證實ក៏唔會採到黃葉片。台灣香蕉研究所韓國係用 T 細胞變異技術，用香蕉樣嘅組織培養出嚟一定耐黃葉片嘅品種，台蕉7號，臨時愛技術轉移上市嘅。今日嘅第一條報道都來關心台灣香蕉產業嘅未來。你田間在工作，我現在穿高條衫，洗未開。これはね、汁はね、服にねつけたらね、汚す、いやそれ取れないよ。取れないよ。日台安啦，一查又查，對日本來旅遊團落去香蕉園，卻唔是見怪樣嘅，最包括太麻古宅同個糖土蘭技術，也係對北海道來嘅，按道寫嘢食香蕉食到按道，就係冇見過香蕉樹上來樣嘅，也見滿咧當然唔係日頭花，係香蕉花。バナナ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んなにね、植えて、そして親木があって、そしてそれから子供が出たのをまた育てるっていうのはね、知らなかったの。一回一回こう野菜みたく別な方向でこう植え替えするものかと思ってました。初めてこんな大きいバナナの畑を見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啊，为什么要套袋？因为台湾是做安全農業，沒有在噴農藥。袋をかぶる理由はですね。農薬をですね、ばらまいてないからなんですと。防蟲。やっぱり虫除けですと。大洲就有幾啊台嘅日本客落來，高雄旗山嘅香蕉三手板板裝，裝粉絲當無限同個準備香蕉，本人客吃食，再透過日本團嘅土窯技術，人客愛做嘅，更用心嘅1送1餐嘅，同大家講再見。佢喺旗山嘅南埔地區，也係唯一做香蕉業觀光團嘅蕉農。下個神奇係，本單佢係賣農用機器嘅，為到搞農民用嘅用，10多年前自家沒來種香蕉。為什麼會噴農藥？就是比較省工嘛。以我們來想說，有農機具可以替代啊，也是可以很省工啊，省人力啊。為什麼不用？所以說，乾脆就我跳下來務農，無形當中這個。是我的副業，現在快變成主業了啦。今晚的蔬果，老香蕉花呢睇，先感受到嘅立體保護，再個將做一段嘅時間記下來，其中嘅夾人嘅香蕉對賣農用機器變做專業蕉農。按多年來，香蕉價是越來越好，副業點都變做主業。以這2、3年的收益都算不錯，因為價格是穩定嘛。香蕉就農產品的東西就是這樣，只要不滯銷，平穩的價格在跑，甚至這幾年都價格都高於往年1成2成，所以說收入還算不錯。這2年來，因為這個種植面積減少。從這個種苗的供應量，我們看出來，它的整體農民的這個種植，今年又慢慢在回升，所以我講我們的目前除了
农民的这个种植面积减少4个因素造成交价会上扬了，加上我们现在国内的有新的这个通路，比方说统一公司的这个 Seven 哦这一类的量贩店的营造。台湾係世界上緯度最高嘅香蕉產地，落葉比嘅蕉農單經過嘅香蕉產業太好太快。1960年代，香蕉係台灣主要嘅外銷水果。嗰陣時有隻講法係，需要有4條香蕉核果，就當一個公務人員一張年業績。嗰陣時單全台灣就頭種香蕉。在我們民國56年的時候啊，我們的香蕉的這個生產量達到高峰，1年的生產量。以這個紙箱12公斤的這個單位來算，達到1年的量就3700多萬箱。那時候的種植面積將近4萬公頃。旗山區在50年代、60年代大概是15000多公頃，最豐盛的時候了。現在只剩下12000公頃，1200公頃左右啊。種香蕉因種處處啊還無安好，因種啊到民國50年，到60年，那個時期都最好，那個時間呢有人講到黃金時期啊，香蕉嘅黃金時期。81歲顧德福種香蕉種嘅1世人，今年去到60年代，最因為香蕉當好價，農民上菜種，外銷市場嘅量太多，又遇到菲律賓同中南美洲一類國家香蕉嘅大價競爭，電都賣唔出去。其實講喺蕉上，有全台灣千萬整嘅香蕉產業鏈，嗰樣時大隻師傅廠賣唔出去嘅香蕉，帶到搶產用嘅，嚇到係嗰樣時嘅中央政府。聽講蔣經國下來。損失啦，要接多少些？按講下來損失，搶過都排查、錢運、錢啊搶，一夜之間都錢啊搶，也個都當時香蕉好同壞。香蕉係多年前嘅草本植物，特頭搶味道出產也係強嘅香蕉，割鐵做到鐵。一般嚟講，蕉農係對打造開始無限，割下來天送到師傅廠大門必須。台灣嘅香蕉產業對好講緊，做到近來見無市場，受到外銷量減少同吞噬，和諸多嘅農藥片嘅影響。年開始就滯銷，就一次多農藥片。農藥片發生嘅時候非常嘅嚴重，影響到種出嘅面積，影響到產量，影響到品質，嗰個都量都少咗，慢慢少，都拖都緊。像這一顆，你要看這1、2、3、4、5、6都黃葉啊。這個就是黃葉病啊！你如果看到一個葉子、2個葉子，那個是枯葉。農藥片就像一樣，差唔多幾條糟蹋。一種片採出去嘅方式，係對香蕉樹嘅根同頭項採起時，透過水同奶，還有大片嘅香蕉葉採出去。對民國57年，台北出現農藥片過後，一年嘅擴散，按多年來，各地嘅出片率都有2到3成。香蕉黃葉病，因為它這個菌在土壤裡面可以殘存30年以上，然後沒有任何的農藥可以去把它抑制掉。所以雖然我們有一些簡單的水稻輪作或者是用一些有機質土壤的改進，但它都是局部性的。所以釜底抽薪呢，還是需要用這個抗病的或耐病的品種。人也算個香算產多於甜啦，產較多，甜較少啦。所以種香蕉嘅蔬菜呢，主要人哋講係產蕉嘅，然後人哋甜蕉冇相關。你黃葉片確實是非常嚴重，
哦，像今年来讲，切莫啦，超过3成的面积都要创立黄叶坪，当然都影响到其他产量，也系讲农民嘅舒适。南投係中埔姜州嘅主要产地，國省鄉總係400人甲，3成出片意思，咪做講100甲較加用黃葉片。為咗研究高抗片種，姜州研究所利用 T 細胞變異技術，組織培養出台州7號新品種，再透過技術轉移嘅方式嘗試。台州研所一隻人工接種試驗期，傳統市面上嘅白椒差唔多種唔上。比起來，台州7號就算種到1期，還係有當好的產量。我們可以看到選出來的最新的品種台椒7號，在這麼嚴重的這個我們人工接種的一個高病原密度的，比方說1克土壤1000個這個菌的單位的含量的這個病土區啊，它還可以將近75%的存活率。所以在我們這樣的一個人工接種區，可以凸顯我們台灣透過這種新的育種途徑選出來的品種，不但具有抗性，而且具有商品價值。頭擺農民都像一樣，將母頭包出來筍，攞去熱到排位去種。喺講到黃葉片一期見車到嘅，運到排位去種，就會車到行卡法。故所除咗研發新品種，就研所每套大量培育抗菌嘅種苗。佢也搭隻乾嘅地度，主要幾啊實質嘅主牌苗，一年生產嚟到幾啊萬隻嘅姜州羊，一項技術同全世界沒拿頭期嘅。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利用這個組織培育的這個健康椒苗啊，它是根系都是純白的啊，都是很健康，所以我們把它移植到一個新的地區去種，這個就不會有這個病害快速蔓延的問題。所以現在全球學台灣，香蕉現在是全世界來講說是第4大的糧食作物。那我們看哈，在非洲整個很多地區，他們的糧食作物其實是以香蕉為主。那他們的香蕉就是我們說的菜椒類。那這些香蕉呢，就需要經過煮食再來吃。姜州排到米、小麥同包小包後，係世界第4大糧食，全世界年產出有50億美金咁多。其實佢有當多種，台灣搶一種野生椒，日本人攞佢按做台灣芭蕉。係講簡單來分兩大類，最出隻濕地地嘅食用椒，還有愛煮過將濕地嘅菜椒，也係講煮食椒。為咗預防姜州麥特，同州研所一種嚴酷導向、大溫保存嘅400人種，也特別做得講係姜州世界農業豐足。這個物種現在了解到大概有400多個種，那如果說這些包括商業化品種可能上千個物種的這個保存利用上啊，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最安全的一種保存方式，就是在低溫16度下，用試管這樣定期3-4個月更新一次的方式啊，然後這個來做一個長期的物種的保存。所以這個不能吃，對不對？不好吃。肉是果肉是可以吃，只是說我們吃的時候要吐種子。假設你不小心的話，很容易把牙齒都吃掉，咬斷掉，這就是香蕉的種子。包括台灣原生種嘅芭蕉，做得清楚看到姜州導向嘅人，熱出來製作的點。農試所同規片嘅試驗拿保存野生種嘅姜州，係為咗保留基因。由野生種再來改良，就唔驚乜嘢。農試所未發現，台灣芭蕉有抗姜州黃葉片特色。台灣的原生種台灣芭蕉是可能具有抗香蕉黃葉病第4生理小種的一個特性，所以我們希望說未來有機會能夠把台灣芭蕉這個抗香蕉黃葉病這個特性，把它轉移到我們的栽培種，來解救全世界的一個香蕉的一個危機。如果你是物理性管理的話，像我這個田區做比較的話，跟我隔壁的香蕉人做比較，進入冬季的時候，他們開始在看到黃葉病，我的整區只看到3顆，像今年我只碰到3顆而已啊。他們說我已經3成4成黃葉病，我說我1顆2顆黃葉病啊。姜州新品種嘅培育同姜州羊嘅保存，當然係佢嘅黃葉片新希望。
轻重要行係農民本身要做好田荒管理網，一到蕉農兩樣角色，拖到歸園拆開最了前呢，將來輪作也係改種配方。總粉絲嘅香蕉園，留偏人嘅無馬共樣，結合順康中南嘅馬台草來分開，要自家順園做好有機管理。基肥等於人在吃飯，化學肥料就等於人在吃藥，液態肥料就是等於人在打針。我說還是吃飯比較有底呀，所以說盡量不要去用化學性的管理啦，都是用物理性的管理這樣子。也行愛係很年輕，力壯愛而終，輕而易舉。愛用愛技術，愛想法，愛都要本本保留，唔會黃一片。愛唔會黃一片冇聲色，冇黃一片產量就出來。耕種本來都當辛苦，係講香蕉價值穩定，還係有發展。農民就算係島細嘅，咩還想要種定下去。台灣香蕉產業有針對嘅抗病新品種，遇到世紀癌症黃葉片威脅，規下嘅防治技術未見進步，一般地土用到行較久，一條路看到嘅台灣香蕉嘅成果。